喺啱啱過去嘅週末啦，WSBK 又舉行咗一次比賽啊！咁今次張雪機車就喺匈牙利分站經歷咗由天堂到地獄嘅48小時啊！由足以載入史冊嘅 Race One 到被逼退賽嘅 Race Two， 到底喺匈牙利站發生咗啲咩事？今日就同大家做一個賽後報告。我將會由 Super Pole 開始講到 Race One 到 Race Two 嘅。咁首先，我哋依家睇一睇 Super Pole 先。53號嘅 Valeton De Beest 啊，佢喺排位賽道就跑出咗第6名嘅成績。換言之，佢會喺 Race One 嘅起步點就會係第6位啊。但係如果大家有睇呢一場比賽嘅話呢，應該就會留意到喺 Race One 嘅時候，Valeton De Beest 佢起步嘅位置竟然係喺第5位啊！咁我哋可以追查翻一啲原因，就係因為原本排喺佢前面屬於 WRP Racing 嘅 M Ferrari 受罰啊！咁啊，由原本第3嘅位置就順延到落去第6起步啊！咁所以 Valeton De Beest 一開波就能夠佔據住比較主動嘅優勢嘅位置啊！而64號咧嘅 Caricasulo 啊，佢嘅表現其實一啲都唔曳啊！喺個排位賽度，佢嘅成績係第9名啊！咁喺 World SSP 呢一種咁高強度嘅競爭底下，能夠排到入前10咧，的確係唔簡單嘅。咁相信大家喺進行正賽之前咧，都會好期待睇到兩位車手互相配合，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成績。但係所謂冇期望就冇失望啦！依家我哋就嚟睇一睇 Race One 先。咁啊 ，Race One 嘅主角呢，其實本身就係屬於來自 GMT 94 Yamaha 嘅 Roberto Garcia 嘅。咁數據顯示啊，Garcia 其實呢，佢喺起步之後已經係展現咗一種好強大嘅統治力㗎啦。咁佢啊好穩定咁樣領先咗13個圈啊，足足13個圈啊。咁嚟到第14個圈嘅時候，咁佢當佢要準備過呢個第15號彎嘅時候，懷疑加時啊喺壓彎嘅時候磨包過低啊，咁啊從而導致炒車。咁就喺呢一個彎位，佢將領先嘅位置拱手相讓咗俾緊隨其後嘅 Ocon 同 Arenas， 仲有我哋嘅 Valeton De Beest 啊。咁其實53號嘅 Valeton De Beest 咧，一直都穩穩地守住第4位嘅。咁處於後方嘅佢咧，贏在喺加時亞炒車之後，依然能夠保持冷靜，緊緊咬住前面兩位車手 Ocon 同 Arenas 嘅。咁最後一圈，咁佢就喺過咗 Turn 14之後啦，咁啊走咗個外檔，一路爆上去，咁啊終於去到 Turn 15嘅時候就走個內檔啦。今次喺內彎爬頭，咁啊成功絕殺咗對手。呢個絕對係實力嘅延續，亦都再次證明咗一樣嘢，就係張雪機車佢哋嘅競爭能力啊！而64號嘅 Caricasulo 啊，今場咧就真係高開低走啦。所以點解頭先話冇期望就冇失望就係咁解啊！佢喺第9位開局，最後竟然係只能夠以第15名結束今次嘅比賽。咁我哋睇翻官方嘅 Not Classified 嘅名單啦，其實 Race One 實際上咧竟然有多達7個人係因為唔同問題而退賽嘅，比起之前幾站都要得多啊！咁嚟到 Race Two 啦，去到 Race Two 意外就發生啦。53號嘅 Valeton De Beest 雖然順利起步啦，但係只係跑咗1個圈啫，跟住架車就出現咗問題。賽會就定義為係一個 technical 嘅 problem， 咁亦都係被標示咗係 RET 嘅喺官方嘅文件上面。RET 其實即係 stand for retired。呢一個標示其實即係代表住一位車手會因為意外啊、機件故障，甚至乎係受傷而無法完成比賽嘅。咁而根據張雪佢本人自己透露啊，呢個所謂嘅 technical problem 咧，其實係由發動機嘅機油壓力下降而造成嘅。
咁跑咗一圈先出事咧，其實亦都證明咗一樣嘢，就係呢個機油嘅壓力喺一個高負載嘅運作底下咧，係突然之間崩潰。呢一種猝死式嘅故障啊，其實係對引擎嘅部件係會有好大嘅威脅嘅。點解會話呢一種突然猝死係最致命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其實 The Beast 當時嘅引擎轉數分分鐘係已經係過萬㗎啦，即係上到過咗1萬轉啊，萬幾轉都唔出奇嘅。咁引擎內部正常喺呢一個時間呢就會好熱好熱，而呢一個時候機油竟然冧檔，咁就等於其實一部高鐵你喺全速行駛嘅時候突然間抽走路軌上面嘅一啲潤滑油一樣，零件之間冇咗保護膜，金屬撞金屬嘅話，輕則就咬死咗個啤令啦，重則嘅話成個連杆會炸咗缸都唔出奇喎，會斷連杆然之後炸缸啦。呢一種高負載下嘅故障其實係相當之危險嘅，而對於張雪佢哋呢一粒820RR 嘅引擎嘅內部零件嚟講，可以話係毀滅性嘅傷害添。咁所以呢一種情況底下呢，佢冇再吹動個油門，由得架車慢慢流前咁樣去停低架車，咁啊算數，咁樣反而係比較好嘅一個處理啊。而喺 The Beast 缺陣底下，壓力就全部落晒喺 Carcassonne 身上啦。而佢最後亦都不負眾望啦，以最穩定嘅成績第16名完成咗個比賽嘅。咁我喺之前就見到有位師兄留言就話，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嘅係 Fellington The Beast 其實個身高方面咧係會比其他嘅車手都要高少少嘅。咁會唔會就係因為身形嘅問題導致到 Carcassonne 未必壓得住呢部820RR 呢一種咁重重心嘅特性呢？咁係咪真係關乎到身形嘅問題呢？咁呢啲我哋之後先至會再講㗎啦。咁喺匈牙利站呢，其實就話到俾大家聽啊，張雪機車雖然係快，但係喺機械嘅穩定性嚟講呢，都仲係屬於一個氹，係啦，有一個坑喺度啦，佢都仲要跨越呢一個坑啦。咁而呢件事亦都證明咗部車其實的而且確係有贏嘅爆發力，有贏嘅實力嘅。因為其實大家睇到嘅係，我哋雖然喺上一站荷蘭站咪輸咗啦，上唔到頒獎台啦。但係我哋之前喺葡萄牙站2個分站都贏過冠軍啦，加埋今次喺 Race 1度贏嘅冠軍 ，total 就攞咗3個冠軍㗎啦。咁所以絕對能夠證明一樣嘢，就係部車一定係有能力，而且車手嘅實力亦都係好強嘅添。但係無奈地嚟到一個機件嘅故障，機油嘅壓力係急需要解決嘅一個核心嘅問題嚟嘅。咁一個賽季，每一部車最多只能夠換6個引擎嘅啫。咁萬一你真係每隔個分站都出事嘅話，其實就真係好大件事嘅。而64號亦都反映出一個事件，就係佢不停地都係穩步落後，無論佢喺排位賽排幾前都好，佢會慢咗成個領先車群成截嘅。咁到底係咪真係關個身形問題呢？我自己就會覺得真係有少少無從稽考。咁如果你仲想知張雪機車喺 World SSP 可以走到幾遠，同埋佢最終嘅排名會係點呢？咁記得訂閱我哋真偽堂啦。咁仲有 comment like share 喺下面留言俾啲意見啦。咁睇下大家覺得張雪機車贏一場係傳奇，定係贏一季？話俾人聽，我哋的確係有咁嘅底蘊呢。而張雪機車佢哋又會點樣去修正而家發生嘅問題呢？雖然張雪本人其實就話喺一種咁高強度嘅比賽入面發生呢啲問題係好正常，但係而家問題的確產生咗出嚟，咁到底會點樣改進呢？大家都不妨喺下面留言傾下。咁啊，64號 Carcassonne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呢？係咪真係要增重啊？定係點樣去幫到佢去繼續
比賽，或者可以令到佢可以處於一個比較領先嘅位置呢？咁我哋一齊喺下面留言區討論下。我哋下一集再見，我係紀尚橋，拜拜。